2020年，新冠疫情为人类带来唔少有个嘅挑战。在两台热的当中，人老人之间长久以来嘅亲密连接，一下子就唔见脱咧。不过，想法唔会因为安样停下来。在世界嘅大指标嚟講，大生日限係3萬嘅個每節日，所以我哋決定來簽咗呢各地嘅入人朋友，繼續嘅用鏡頭留下來到真實嘅生命容貌，讓人重新嘅連接皮帶，為世界留下一啲啲嘅溫暖。好啊，上來了。上來了。因為路限係當長，故事也講唔得脫。大家為所都有當當為生命大家打拼嘅人，特團嘅人生都有大大本人記錄嘅世界。我去到了這條路最有意義嘅，就是做得維護老祖公留下來嘅嗰條廟。遊客來到了位，做得欣賞幾個獎，咁樣咪做得下來看下多個遊客。喺我28歲時間有前長一段時間，我唔知自己想來做乜嘅。好得一刻是有人我提供方向，睇嚟年齡見來見睇，我漸漸清楚自己愛做乜嘅，香港樣板實現新目標了到，呢下我啲了到是係我想愛嘅。我去到做表演工作了件事情，佢家提早出發點就唔係為到賺錢。我去到會得到乜嘅，嗰件事情其實係心感度嘅嗰種快樂。我以摩天場係賣屋、賣茶葉，也係錢多錢。電腦係啲專門心情嘅世界，第二個世界，你就做得吃到錢歡喜，就係一個簡單又自然嘅生活，做得大部分人啲情久又實在嘅快樂。因接上講34日，到底我用樣板嘅標準來評量咯，可能就係選家老林業，潮灣都好，我哋30歲嘅時節都好賣屋咧，事業也到新界高峰。最重要就係我做嘅事，我知道對社會有實際意義、有貢獻嘅事情，總算知道自己係個有用嘅人。所以我知道34日也做得係立信。考慮本身嘅品德和個笑容，有得開啟責任，可能做一個腳踏實地、有獨立思考嘅新人。天夢講，簽了球權嘅了婚姻家係早早嘅開火，也係伯伯最無限嘅時間，佢係學做、設計、實習，老自家準備當朝嘅盤地喎，全準備好，將出發去上班。39歲嘅伯伯係一個人丁。不過佢做社會所唔係工人，也唔係一般人家嘅後人，係歷史嘅偉者吳國窟。當然，佢老隨友愛用手戲劇到過60公尺嘅高塔當過，老生的古廟當過嘅草和個曙光綁喺起，防止建築物本嘅侵蝕。在當日7點鐘嘅高空工作當中，佢哋嘅生命是靠一檔安全網和個一條安全鎖嘅來維持。今日嗬，做乜嘅唔用固定嘅架也係現台嘅台去講上哈。因為呢條東西都唔方便啊，呢條架啦火看起來又係唔好用到，不過對呢條來講都當方便當安全，現台工具可能又係容易操作到，不過啲石頭面當冇人安全啊。因
因为空手插脚来拍，俩居然本人按到 Ninja Gardeners 云炸染定嘅称号，就算係家庭節目，我哋一看呢啲畫面，肯定會覺得心驚驚。不過拍片其實已經係個拍音老手咧，拍片18歲就到5個月到染定，這兩時嘅工作主要係啲平地進行嘅。2年後，佢看到雲炸染定團隊有強人，就主動新強加入。到呢下，已經有20年嘅經驗咧。伯伯還記得開工嘅頭日，佢就本人指派而去到最高嘅位所，太擔嘅佢，像唔驚嘅完成了這任務。自該以後，最高該位嘅清理工作，全部都係佢來負責。當日，佢都係去到最高嘅位所，看大家冇機會看到嘅風景。其實，佢也深受動態嘅風險。我嘅耳孔是本咗呢大島，仲起咗中動態，日日送去本醫生看，保每好得冇乜嘅問題。見俾老苗我要拍過嘅條路時間，我都會點點祈禱，我哋哋要為維護老照顧老苗，希望市民會庇佑我哋。5月係世界7大奇蹟之一，當年都寫來世界各地幾百萬嘅遊客，而來認識神秘嘅5個文明。5月嘅魅力係古老嘅象徵、石雕和個大樹嘅強化新鮮嘅自然景觀。5個係講有才有妙嘅碰嘅見來見態生景，就會破壞傳統嘅暗殺，本苗立下來。所以天朝愛念是千里。作為柬埔寨嘅國家體票，也係國家重要嘅商業來源。呢種冇受過訓練嘅團隊，係可能擔當到容易開始保護國家古蹟嘅重大責任。伯伯嘅團隊有20-30隻，一般佢哋會分做2組，一日之內完成2到3件苗嘅清理。疫情爆發以後，安泰嘅古蹟人氣是傳到幾條天，喺點情嘅造型神猛所勢。不過喺路帶雲炸染等當日外地遊客嘅看人之下工作，佢哋領頭嘅選手危險嘅動作，接上為人類圍觀者，有人會驚會險，有人讚嘆，也有人批評佢哋缺少技術。不過事實上，佢哋唔係普通人。佢哋係經過長時間將練就當強嘅平衡感、做體力，還個身體協調，希望佢哋能有可能喺按驚險嘅石頭之間按自由爬上爬下。佢哋讓認為按用傳統嘅方法，將唔會傷害羅苗地圖佢哋抒情放鬆嘅雕刻還個石鼓。遇到危險，處到會緊張，我會向大家天下來說下東西，強下參詳。討論撒下來樣品前行，呢會更危險，該會更危險。樣品來做就唔會本安於遇到危險，安於會為到繼續前進來互相加油。你會加油，我會加油。喂，大家會加油，上次掉到唔穩嘅石頭時節，我哋是為當緊張，我哋做前有足安全防護帶，所以唔會太危險。係講三唔係東西，至少安全防護帶為保護我哋。安全防護帶掛要高，本我哋唔會對下去，或者遇到其他危險。做乜唔用古天嘅台啊？因為用嗰啲東西唔方便啊，用了對我哋係好用，現台工具可能係容易操作，不過唔好用。不管有人下來冇，伯伯都全心全力，因為佢當好了隻條路，唔但係因為清理苗係新鮮嘅任務，也因為當日有230口新台幣，做對本日支持了隻幸福嘅家庭。
当日安全嘅轉到體內，轉到日務時生人嘅平凡日常，係伯伯最基本嘅願望。不過見到見多歲，伯伯就感受到自己嘅體內那個係冇強壯嘅，到時節冇法度個做好佢講上嘅任務。不過20年來，佢連個領發選手冇法度用到其他嘅為所，愛玩後路乃要硬改。超過30歲嘅伯伯冇其他嘅想法，只要肯決定上去，佢都會做下去。我想繼續來做了跳路，不過我想就個學家到跳上，唱戲學到主也係解哦。我唔想玩跳路，因為我根本冇其他嘅技術啊，冇奈何啊。我對20年來做嘅事情全都滿意，我結婚後咪要自家嘅屋，呢下我都滿足咧。呢度人哋冇受到人嘅重視，佢哋冇從國際修復專家又係考古學者本人指導，前上因為佢哋嘅容貌留名啊。不過佢哋十分嘅偉大，今年人意劇上劇下，用手來去保護了草文化藝術天堂。我想是有真正要愛了這位所嘅人，將做得堅持下去。佢哋係5個區真正嘅負面影響。希望兩位嘅市民繼續嘅庇佑了到認真做生意。燃燒5個區嘅春氣係柬埔寨人共同嘅希望。就算愛用生命來去修復，伯伯還係持到當驕傲。在漫長嘅歷史風流地圖，伯伯是係5個區冇名嘅小人物。不過佢還係很一擺又一擺冒險登過，簽轉嘅一段悠然滄桑嘅輝煌時光。查離開香港時期，一路向北偏駛過去，景色天天的是繁華鬧熱，變做係明朗開發。1點鐘過後，總算來到新界元朗嘅郊區。順頭冇乜嘅年代，特別嘅有限年輕。我既然係為所兩戶人家，得幾多戶外嘅做下，當得嘅準備日務時生人嘅家。是看到做勞工嘅熟練老超兒跳落去顛簸，摸一下兒就出戰咧。面頭前嘅畫面，留了隻腳趾嘅態度是從一摸嘅鬥搭。呢就係木校講日本人偏上生活嘅樣啊，超兒係自家多嘅，滷做係自家用磚兒結出來嘅，青菜也係自家種嘅，連水也係在山當接下來嘅。咁樣嘅鄉下生活，木校講已經過10多年嘞。背代先透了種簡單自然嘅生活哲學，佢老自家按一張愛好，按就係賺人。莫孝講佇身為亞人之前，老其他香港人共榮從小到大大地都市都享受了現代生活嘅所有便利。後來佢進入香港大學讀教育呢，有禮拜參加環保考場嘅時節，受到公司啟發，佢就發現原來佇香港也做得實行環保生活，所以佢決定來親身實行。大學畢業之後，佢冇去做先生，成立了社會企業，利用大量法堂來推廣環保教育。
後來佢開始實在唔賣新衫，堅持唔用有化學成分嘅清潔用品，最尾是辦到高起來大，是項正式嘅樸實生活。好，呢兩篇都有重到香草，像呢隻就係怪事，你看到冇？呢就係切青塔，還有呢位還有獨解大嘅龍角頭，特別還有啲葱辣椒啊，呢位還有啲葱椰草，呢位還有很大大嘅切青塔，呢度都係自家種類設計係啊。呢位所有嘅植物都係種類自家設計，呢種嘅冇賺到，不過獨解做設計師姐就係啲呢位雜菜。呢位就係愛偏上主盤嘅位所，呢位肉炒，還有冇愛計子，呢位就做啲魚煲主盤。呢條屋下係用散產水，呢水兩條嘅水咪係自家從山洞接下來嘅，做啲洗碗、洗菜，咪做啲洗手，呢位還做啲淋花。呢條散產水還係當線啦。這兩是搬來裝下嘅世界親館，因為自家係第都市第22年咧。這兩是愛老自家講習慣冇代表正確，都是冇講愛乜嘅都唔曉。你到裝下就係重新學習基本嘅生活技能，比如講燒炒煮盤，自家係接水兩頭，簡單嘅木工、金工，甚至愛裝橋屋解到。這兩是親戚朋友係支持，還係反對你做嘅事情？當初親戚朋友聽說係反對嘅，其實全世界都該反對。這兩是我嘅姊妹朋友咪係反對，當然保妹就冇向下咧。我嘅家愛咪講，來兒拖到大學畢業，甚至咪唔會差，做乜嘅唔係親戚份下轉上嘅條路呢？順後嘅朋友咪會小愛講，啲解個退休嘅天然生活。一路行來當困難，也注定係故事嘅。不過對讓人來講，上多人從透露讓冇聽到嘅耳朵，竟然會記解將係正常嘅生活。好得讓人的環保嘅法通當過，而是有強讓理念嘅榜樣阿牛，讓上人嘅婚禮也落實環保概念，讓日本韓國法盤來佈置場地。禮服也係朋友製作嘅，兼之也係自家用粗糙嘅去做先嘅。結婚之後，兩三人建立夢想當中嘅綠色家園。在記得嘅屋卡地圖冇冷氣、冇電視，假期大體都係黏來嘅。用下來嘅係讓人用黏進來嘅材料，自家去做出來嘅。其實讓人並唔係全用現代化嘅用品，不過竟然會人人個愛善用電子產品，唔係聽超過嘅依賴。呢幾年，佢買過嘅電器漸漸算得出來，都係人用過嘅。為到係讓人聯絡交流，佢也會用電腦和個網絡，因為用網少、消費少，而用到嘅錢就唔多。唔是人人去做些存錢，要慳下多自由嘅時間，也係讓人體會到嘅道理，也係佢當下呢一種生活嘅原因。係講環保有錢多嘅方式，怎麼解會選擇本地種下呢？是有按樣現狀做得係麼？咁講冇其他嘅方式咩？啲種下，你做得自家種菜本自家食，做得處理你營業上嘅處理。做得用到本地嘅水，用熱頭來發電，兼做得用熱頭來曬衫等等。我想喺香港有隻按摩慳、老物質主義嘅地方，咪做得選擇個100%嘅環保生活。我屋下有90%嘅東西都係嚴轉來嘅，係平日冇愛嘅，冇是環保嘅時節，你是會稀少。最環保嘅唔係去買嘅到有環保能源標籤嘅天氣。係你唔是去消費地球嘅資源，咁就最環保咧。
主题开办反驳法通考场，让人家系一个大学检验公司。冇做事的时间，佢为去掌握卡嘅物品，也系去天道度做事。呢条事情，佢都本成人嘅参加，利用机会培养成人嘅生活技能。两岛嘅事件，日本人时时嘅去求群享受台词战。欢喜冇停场系卖屋、卖差额，也系侵入签。电脑系伫解专门性侵嘅世界，伫了这世界，你就做得取到请欢喜。就系呢一种简单如此然嘅生活，做得大部分的请求与食材嘅快乐。我想，也就系我呢10公年内得到最多嘅东西。让人追求嘅其实唔系完全软件嘅生活，佢上外展示嘅电脑系一种每三人做得复制嘅简单方式。生活做得继续老相似连接，唔过会晓得利用身边嘅资源，让人其实唔系唔消费，系唔浪费。既然唔系否定现代文明，系选择对环境很难文明。你下佢身边开始有人对环境反思，甚至会欠善机，希望伫退休之后也回转天然。评论讲爱，唔讲爱啲让人叫会安样回答，系讲伊只欠善安样嘅生活。该应用两下就开始。热头发、好把水、亮亮改风的散热之间，让人亲近来现代人为母体嘅技能，也深度本身习惯到嘅持久灵魂，佢用坚定嘅信念，行出老主流嘅切穿冇強讓嘅30歲嘅人生，這係一則現代義工醫生嘅故事。16年來，佢日出都市，只要人嘅日社鋪，總有人嘅，佢會讓向到很下多嘅人，強下來洗走呢隻台山。Take heart, even if you fall away, there's a fresh start in the arms of grace. For I've come to bring hope just for you, you. 道地、當然、空中評分，一群後生人當然只冇聽好嘅經驗，精進技巧，還是一般人當難做到嘅各種高難度動作，也會係逢年冇沙馬戲團科卡嘅排練室。一張嘢之前，佢就正曬到一張新嘅排練場。當禮拜日到5，早上頭11點到臨暗晡嘅7點，團員都會停息來上班，進行離行嘅訓練。33歲團長林志偉係主要嘅領頭者。呢位係我哋科卡最新嘅排練場，大家做嚟看，佢嘅特性就係佢嘅構圖拉高，當時喊我哋喺地背翻滾，或者係有構圖訓練一樣嘢。一位就係我哋排練場嘅室內，大家就嚟看到呢一個圖將群有8公尺安高嘅空間。而了解呢一部分左邊呢片係我哋嘅服裝間，後背呢一件係我哋嘅寫辦公室。大家就嚟看到下條嘅兩件，左邊呢片係我哋人人休息室。大家就嚟攞鏡頭讓下數哦。新立17年嘅科卡係台灣有最多春節團員嘅馬戲團。疫情爆發之前，22歲嘅團隊當然做得有最少200場嘅演出，提高當地嘅台上時累積程度嘅安諾。林志偉當初學特技，並唔係自家對表演有興趣，係為到嘅生存。佢3歲嘅時節，阿爸就過身，阿妹冇法度撫養3個細佬，10歲就留佢送到政府補助嘅劇校。劇校報時報大，不過早上頭5點半就會紅窗練功，學戲曲、老民俗技藝。呢一種高壓訓練，老師大部分嘅生活就像軍訓強壯，小可冇注意就會本人打。
不過演技世界林志偉佢當曉得，佢哋一定愛壓得壓緊渡過去，都得個就做得減少往下嘅負擔。跳擺我哋喺學校嘅時節，大家人都有各式各樣嘅專長，我嘅專長就係 juggling， 就係搓把戲。咁我哋喺搓把戲底部度，我最會嘅就係高粱鉗呢，而你咪做得老幾按度寬。大學開時，林志偉就老同學去做認真嘅提醒、攀補、表演搓把戲。佢當家就發現，真正會技能嘅人，少冇出頭嘅機會。林志偉唔甘願做乜嘅鐵技人冇自家嘅舞台呢？24歲嘅年，佢創立科卡，希望簽來搓把戲、武術、戲劇、街舞各種兩類嘅歌手，本鐵技人一個舞台。這係一張模式台上嘅馬戲團，石頭倒美，是做得可挑戰缺陷嘅經驗表演，揾到觀眾嘅前提鬧獎賞。我哋嘅認真其實佢哋非常自律，對比賽來講。佢哋嘅體能，老佢哋嘅訓練做事當強態。不過佢哋還係會透過佢哋實習嘅方式，還有健身嘅方式，到運動嘅方式，來幫佢哋嘅身體維持啲嘅水準，甚至係還係好嘅一個狀態。因為佢哋係舞台當嘅表演者，為老觀眾有體驗嘅接觸。進入上海對我哋來講，應該係當然都會發生嘅事情，因為我哋做嘅條路就係有危險性嘅特技表演，然後我哋喺訓練嘅過程當中有當多構圖嘅問題，特技嘅動作然展現，就係講大家都知道係違反大家講嘅人體正常嘅一個行為。我就係劇創人，所以感受得到，特別唔辦得，也非常欽佩佢。長短12年來，林志偉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，佢都日日改革咧。冇想到2年前嘅新冠疫情爆發，表演天特，大部分馬戲團唔是杜國嘅影響，不過佢還係想盡辦法繼續拼下去。嗰兩時其實有當多嘅想法。係唔係應該從其他團強讓了解天線，還係應該先修睇，還係乜嘅？不過真經冷靜思考，呢一群人都冇簡單，聽年6年，甚至有嘅聽年8年，甚至10年。真經本佢哋歇困2-3張年，佢可能冇辦法再個轉到呢舞台嘅。尤其係我哋呢種同台嘅表演者，3年冇練功，你就第二個功夫退步咧。老啲群強攀強下嘅時間，比老武漢人強下時間很下長，非常嘅長。我哋強下經歷咧非常多，應該講我哋強下老江山打下來，過後佢哋嘅離開不愛當艱苦。不過艱苦之外，還係愛理性嘅看待呢件事情。總講還係有一群繼續聽年你強下行下去嘅呢群強攀。對我來講，最大嘅沙有2隻，一隻係時間，另外一隻係空間。最大嘅得應該係人類有很多嘅人啲嘅關心我哋，有很多嘅人啲得科卡，哇，係一隻專業嘅團隊。呢對我來講，都係嗰兩時成立一隻團，根本是冇想到嘅事情。幾年來，科卡成功嘅結合傳統、現代、街頭、韓國劇場嘅藝術，創造出前度嘅代表作，用豐富嘅議題韓國每項語言，填填馬戲表演嘅新構圖。佢哋讓積極嘅舉辦工作坊、體驗營，推廣當代馬戲藝術教育。演出之外，佢哋讓細細嘅許多偏向嘅教人，也係弱勢機構做公益表演，回饋社會。今日呢隻作品係潘多拉嘅盒，佢
佢下針對親子市場嘅發通戶外嘅表演，所以你咪做得看到幾個陶器，節目是下發啦被爆掉嘅，讓人哋嘅親情嘅世界是下快樂下歡喜，讓我哋劇場親情嘅方式有冇強容咧。2年前開始，領主會標下突然嘅身份來做行政管理工作，負責為劇團籌募資金、做市場策劃，致力到福卡馬戲團企業化，希望愛用濃縮嘅概念來經營兩隻劇團。我知道做表演工作呢件事情，佢嘅提早出發點就唔係為咗賺錢。我知道愛得到乜嘅，嗰件事情其實係心肝度嘅一種快樂。明明呢隻條路按辛苦，時間按長，香港人做咧沒麼實際嘅回報。不過大家就係可能解份熱情，中意做呢件事情，因為佢哋嘅唔放棄，然後佢哋嘅繼續堅持。每本愛做得繼續地呢隻會做得持續嘅向前推動，所以我冇想過。呢隻行為到底算成功麼？過後，我哋到了一隻超過20人沙嘅組織，對一隻穩健或者係對一隻成功嘅公司來講，我知道我可能很啲嘅好。領主會形容鐵經人係唔驚死嘅蛇哦，不過我知道佢係像嘅冒險嘅革命者，佢反轉鐵經係功夫賣藝嘅傳統概念，然後鐵經人變做係穩定嘅職業。佢冇聽見前人嘅腳步，見到佢開發新嘅可能，甚至還蠻確定前途有路麼？就佢經堅持理想向前行。領主會嘅30日係確立自家對馬戲嘅信仰，也確立當代馬戲嘅新視野。前頭可能有當到唔確定，不過就像馬戲鐵經人嘅精神，面對有危險，還係會勇敢上台表演。晚上咧，大體驗人水幕嘅世界。的上海等家一間工作室地圖，論日班嘅卡來老幾個同事，當為咗速度上嘅業務要處理上好。卡來係新加坡關愛動物研究協會 X 嘅聯合執行長，平常時出體負責行政工作，佢就為了團隊輪流強下來去救助和個照顧動物。X 做啲2009年就成立咧，佢就係本地體育健研究老收容野生動物嘅非政府組織。過去咧10多年來，佢就救了1萬條嘅野生動物。我對佢哋嘅動物種類老工作性質都有興趣，所以基本上若何聯合執行長卡來看看呢？國土上西化嘅新加坡，野生動物還係時時會出現。所以 X 嘅服務專線仍然365日，當夜24點鐘都開放，一整夜都會有1800桶嘅填發。呢下呢隻協會大概有20個人工，一半負責行政工作，另外一半負責執行救護任務，還有照顧染疫嘅動物。天然保護動物意識嘅提升，呢幾年也有前多嘅公眾來擔任義工，分擔前多嘅救護和清潔嘅工作。不過，自新冠疫情爆發之後，義工來停休嘅時間變少咧，卡來了團員嘅工作變得多，無限切切。你好，卡來。嗨，建會。你本人關係哦？係啊，我哋咧會照顧兩隻蛇阿伯。呢下人氣收容大概150隻嘅動物，包括釣鵝、爬行類、哺乳類，其中釣鵝最多。
佢哋大體都係了為潛世界祝福。一旦到佢哋做得轉型我為世界世界，就會變做佢哋。你龍兒哈慢睇哦。係啊，睇咗8米倉5米發。安樣哦？係到自家起嘅麼？係啊，盲槍宣報上之前，我哋本民眾讓義工共下來參加檢測。我記得我哋發起建議嘅事件。哦。所以佢看起來就敢幫佢單純風格。呢位嘅大興龍兒，前度係圖工業世界嘅卡萊來設計嘅，為到平面、沙果和個露出來傷害龍兒地圖嘅動物。卡萊的龍兒大廈用 stainless 做嘅名兒，也的龍兒地圖中意到有用嘅植物，比如講松樹嘅果子做得拿來吃掉嘅，也不做得本貴兒來食。你設計，老爹來下來是做得咧。哦。因為所有了位嘅本土熱性廚夫，早晚都會轉移佢哋簡單嘅知識體，所以為咗保證佢哋未來做得時間障礙嘅生活，卡萊總係相信辦法，盡量讓龍兒地圖嘅環境，模擬變做係熱生嘅環境，利用物論、基礎曙光、太陽風天通嘅用啊。我做得感受到你對了設計就有種風險。係啊，我認為大家應有自家嘅貢獻方式。我係學設計嘅，所以對我來講，我嘅挑戰係用辦通過創意嘅方式，幫動物過渡慳下自然。卡萊喺大學學嘅係設計，佢就做過設計師。不過後來發現自家唔好喺辦公室地圖工作，拄好計量師 X 嘅簽印，所以佢就新強新功咧。本單是想來做3張嘢嘅臨時工，忙地就做超12年。展開是入行嘅世界，佢嘅業績是800個元。除了為應付日常嘅開銷之外，還會面對屋客人嘅大力反對，想得到佢嘅壓力係當大嘅。不過佢對保護動物、救出動物嘅使命完全都冇改變。野生動物嘅救出戰是來有乜嘅挑戰？因此之心，我哋唔想簽影響咪唔想社會下一個印第安納重視嘅人，我哋想來簽嘅係對所有動物都有因此之心嘅人來停手。X 主張，只要係動物，不管係為切種嘅，亦係當商見嘅，甚至係當電影鬧嘅，都係公平對待。所以，就算係一頂普通嘅熱搭包，只要灼傷送到呢位，卡萊都會細心嘅照顧佢，一直到佢好為止。我哋冇認為，我哋係一張野生動物拯救組織，我哋老自家看作係動物福利組織。呢張協會也十分嘅反對非法買賣野生動物嘅行為。只要發現到苗栗當個有人在該進行野生動物嘅交接，佢哋就會通報相關嘅部門，佢哋也積極嘅救出佢哋本人挑剔嘅非本土動物，為佢哋來提供一個適合佢哋大嘅位所。前度影響老自家小嘅動物挑剔事件，為老佢哋挑到聖納福圈，希望佢哋做啲自家生存下去。大部分生存唔下去，甚至還天天都艱苦死脫，因為佢哋簽到東西好食，咪唔是人哋會按時嘅氣候，佢哋生存下來嘅可能會威脅到生態環境，因為佢哋霸佔到其他動物嘅棲息地，顛倒影響到環境。對卡萊來講，老動物強下唔係定一樣嘅事情，顛倒係老人強下，本佢遲到當唔慣。都有人發現到一條2公尺嘅沙溝地活動，嚇到太險太叫事件，我哋用辦愛內記到，限將老動物帶走，所以我哋要有人自交往能力，限了嘟嘟係我哋前度人冇嘅，我哋除了為人做事係因為我哋愛動物，不過我哋對高知某一天內行。卡萊，你有乜嘅特別難忘嘅經驗麼？我前5年嘅救人經驗之一是救過鱷魚。喺我當學員2年前，我咪識地當海岸公園救到一條海豬鵝。雖然經驗係記得了位父母嘅第15年，不過卡萊對呢隻工作嘅熱情並冇減少。
做得运用正常来填修动物，还做得挑战自家嘅创造力，本好动物嘅卡来簽到人生嘅目標。伫我20歲時間要前衝一段時間，我唔知自家想來做乜嘅。好得 X 要讓我提供方向，睇另一啲見來見睇，我漸漸清楚自家來做乜嘅，香港樣板實現新目標了到，呢下我啲了到是係我想愛嘅。所以你係超級英雄嘅車。係啊，我哋是咧火車去救動物。哦。今年部為咗深入了解 X 嘅運作方式，我為咗開來共下出版第3講半日新訓體驗不偏反嘅動物救助工作。火車度要我哋日常救動物需要嘅加拉火，係講到到睇沙果，你可能需要用到呢係沙鉗。記得你處理沙果時節保持安全距離。哦，記得。我哋未有各種專門為野生動物設計嘅苗兒，你都吹住飛上盤，你會有條索兒捉下到動物時節，索兒一來，其實整起嚟，你當好用。你係乜嘅工具？嗰係小機件，係講動物本書產到，有冇辦法停手機特訊，所以攞手機做成剪貼。第2位，特別嘅救助行動，最少都會有2個救助人強下去。救助人受到通報之後，會先判斷清晰，個規劃緊一個行程和個路線。呢張接到電話係麼？係啊，有人通知講要調出上咧。我哋要跳下接到電話，你下次會出發去進行我哋嘅野生動物救助行動。你哋2沙接上強下去執行任務係麼？係啊，我哋要3組，特組2沙，我哋係組嘅。救助團隊採取輪班制，一班次早上係為9點半開始，到當日下晝嘅5點鐘下班，連殺32點鐘。雖然工作嘅期間做得休息，不過還係愛隨時準備好。卡來表示，佢早就慣按樣嘅生活咧，還連續24小時4點鐘嘅半燈。我哋要接到電話，就係講地理建屋地圖有隻桌上嘅釣鵝，所以我哋要嚟下看一下情況係點辦。看到咧，釣鵝是伫嗰隻角頭，佢係咪藏到嗰隻天上啊？你唔清楚佢藏到乜嘅，我是係睇到釣上。不管佢藏到乜嘅，佢呢下看起來冇事。原來佢係拍後吹鳥，背到了婦人家嘅躺下，跳那隻床度咧。救助人當家嘅老釣鵝捉到，細心嘅為佢做檢查。我哋是看到釣鵝除咗戳樣之外，並冇戳上嘅훈家，所以卡來佢聽到佢突起球拳嘅工人來防身。到基本發現嘅地方附近留佢標貼係最理想嘅。因為佢係強判可能地了位，佢咪可能地了附近捉到。喺都市看到野生動物出現，我哋會當習慣講野生動物闖入國土造成危害。不過其實係人類開發了森林老放野，我哋要佔了動物大嘅位所，所以佢哋就會出現喺我哋嘅面前。我哋就係真實嘅親密者，我哋係唔係對野生動物有很多嘅諒解？因為我哋所講嘅生活環境，應當係幾多嘅好。卡來放棄高薪嘅工作，本天嘅生活，留見人生當中嘅黃金10年，獻本野生動物。嚟到佢救出到嘅動物，唔係留佢講心夢。不過佢唔是後悔，因為佢相信總有一日，佢心肝當中嘅烏托邦就會實現。該世界特生人做得老動物普遍共處，長期按樣一個救助人就做得共心進退。也是在故事度嘅主角，杜某就能主流社會實踐嘅3-4日來做出自家嘅選擇。
佢哋不管係為了自我實現，也係為了為本呢隻社會向下進步，都帶領堅定不變嘅信念，發出不平凡嘅30兩歲嘅階段。我相信佢哋冇法度親自改變呢隻世界，不過佢哋仍會親自幫呢隻世界改變。When you're miles and miles